上新的消息，咱们甲镜头来去立法院。立法院伫今仔日要针对行政院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复议案记名投票。虽讲民进党团已经强调袂主动，不过国民党团伫早暗同款就伫议场排班。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完全不了解国会改革相关的条文的情况之下，依然提出复议，国民党一定会坚持奋战到底。不止今天要退回行政院的复议案，把它否决掉，而且我们会积极的来查弊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，就要让国人能够看到过去8年来所有贪污腐败的这些民进党的恶行恶状。也相信韩国瑜院长、立法院的议事部门也都规划好进行的时程。民进党会依据议事规则，我们绝对不会进行任何的杯葛，绝对不会有任何恶意阻挠的状况。也希望国民党应当反求诸己，希望复议案如果有正面的结果，扩权的恶法就会随即失效。所以复议案还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那释宪我们该准备也在进行准备，但是希望释宪可以不用进行，也就是希望今天的复议案能够先行，让我们先持得点。头拄听到的是哪里伫早起的时上新的讲话，那朝野伫立法院外口拢有大舞台伫宣讲，警方嘛出动要1000人伫现场议案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昏是表示，复议案若是失败，就会伫法律生效了后提出释宪。